你諗下喺美國，即係去立國嘅時候，喺佢自己嘅最高法院係將我哋嘅孔子嘅像咧係俾喺門楣，門楣係你唔會話一個 banner 咁你掹走噶嘛，唔會話中美關係唔好你就變噶嘛。我覺得震撼嘅地方咧係原來我哋自己啊香港嘅以前嘅教育啊，可能都未必噏得到孔子學説係乜嘢嚇。我咧就喺小學嘅時候咧就讀過，但係中學咧我都係讀嗰啲學校咧。係佢係講好多讀孫中山都要用英文嚟讀嘅新一聲人哋嗰個元勳，即係開國一批嘅哲學家睇中你孔子嘅學説，我哋自己係咪應該要有個自信心呢？點解我哋喺香港，尤其是其實唔止香港嘅，其實我哋中華嘅兒女海外咧，其實我哋應該咧自己要學識欣賞我哋係我哋成個中華文明嘅偉人。